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我已被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有时候会迷惘，找不到前路方向，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你懂我的沉默，也懂我的软弱，不管多久你永远会陪着我，宇宙浩瀚为你所造，我虽渺小，在你眼里我万路珍宝，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前进，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被你爱惜，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同在里，我愿永远栖息，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前进，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被你爱惜，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同在里，我愿永远属你。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主，我们一起站起来，哈利路亚！我们拍手来赞美他。我们再一次拍手来赞美他。我们带着赞美的心、感谢的心来到他的殿里，一起来敬拜。我们开口来赞美，甚至是拍手跳舞都可以。哈利路亚！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你们的前后左右跟他说，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哈利路亚！一起来，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一起说，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来，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颂扬他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们再更大声的说，我要全心，嘿，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一人同力，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们再次呼求一人同力，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献给爱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让我们敞开心，带着我们全新的自己来到圣殿里，我们来到他施恩的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预备
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专心的仰望耶和华。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要认定他，他并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要放下一切来跟随他。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唱一次。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弟兄姐妹，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这唯一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抓住他，我们的生命必然成长，我们的道路会亨通。我已被旧事已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们再说一次，盼望，我们的盼望都在于他，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是的，旧事已过，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哈利路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我们一起唱。变成新，我已被救赎。邀请弟兄姐妹，我们闭上眼睛。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开口来向主呼求，甚至我们跟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安静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时候将我们全人全心摆上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要抓住那个应许，我们要抓住主你对我们的祝福。我邀请弟兄姐妹可以敞开心，我们来接受主耶稣做到我们的生命里。有时候会迷惘，找不到前路方向，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你懂我的沉默，也懂我的软弱，不管多久，你永远会陪着我。宇宙浩瀚，为你所造，我虽渺小，在你眼里我宛如珍宝。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曾经，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被你爱惜，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
同在里，我愿永远栖息。我们有的时候会迷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要紧紧抓住它。有时候会迷惘，找不到前路方向，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你懂我的沉默，也懂我的软弱，不管多久，你永远会陪着我。宇宙浩瀚，为你所造，我虽渺小，在你眼里我宛如珍宝。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曾经，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被你爱惜，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同在里，我愿永远栖息。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决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曾经，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对你爱惜，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同在里，我愿永远栖息。你就是唯一，我们一起唱。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曾经，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被你爱惜，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同在里，我心永远属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常常在生命中，你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碰撞，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有所转变。虽然我们常常在属地上面做事情，但你也派了天使来提醒我们，时常要抓住你，靠着你来前行。主啊，求你改变我们骄傲的生命，让我们从骄傲改变成谦卑。原本我们从自知的生命改变成慷慨，原本我们软弱的生命，我们要变成刚强。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求你圣灵我们同在，求你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唱一次。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寻寻觅觅，我们跌跌撞撞的时候，主啊，
都会派天使在我们身旁，我们要紧紧抓住他。你就是唯一点燃我生命的奇迹，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他是我们的盼望。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曾经，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个黎明。我们都需要主，我们人人都需要主，我们的生命需要被转变，我们的生命中都需要这个爱我们的主耶稣。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同在里，我愿永远。我们再一次，最后一次，你就是唯一生命的奇迹。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能够被主耶稣来触碰。当主耶稣愿意触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紧紧抓住他。或许你们现在生命中有难关过不去的坎，但不要忘记，唯有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走出来。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同在里，我心永远。我们再次闭上眼睛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好吗？我们将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遇到要感谢的、要赞美的，甚至我们可以偶尔向主埋怨的事情，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我们一起开口来，我们开口来跟他讲，我们的生命需要被转变。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刻，能够来与你同行，能够一起来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能够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拣选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遇到困难、顺境或是逆境时，主耶稣你都会派天使在我们身旁，任何时刻你都不放手。只要我们愿意抓住你，与你同行，你的祝福是满满的，你的恩典是满满的，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每个人愿意被你的日头光照，我们要得着祝福和遮盖。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献上赞美，我们也愿主耶稣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敞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哈利路亚，赞美你。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站立，我们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我们请服侍的同工。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再次引导我们到你面前。主啊，求你时时刻刻和我们同在。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也会像雅各一样，有和你摔跤的过程。有时候也无法理解上帝为什么这样做，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时候也会想靠自己来完成事情，忘记寻求主的旨意以及带领。诗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依靠的是耶和华上帝的名。求主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知道主你是这世上唯一的真神。这时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报告。在报告的开始前，我们现在介绍，今天我们很开心有那个新鲁全家，博彦的岳父岳母全家，我们请他们起立，我们拍手欢迎。很开心今天和我们一起礼拜。好，然后我们这边有小雷的老公，介绍一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然后我本名叫黄杜金福4个字。我是来自花莲的原住民阿美族。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教会，谢谢大家。好，欢迎欢迎，好欢迎都常常来参加我们的礼拜。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我们看教会消息。我们下个主日是禾堂礼拜，那是举办我们本年度第一次的圣礼典。那如果你有受洗要坚信你的兄姐，可以向牧师报名。那在上帝恩约中，凡属基督人，请预备自己与主同坐席。第二点是下主日礼拜后要召开今年度定期的会员和会，我们听各部事工的计划和财务报告。那应出席的会员名单，我们有公布在公布栏。那如果你不能出席的会友，请务必在本周内向小会员请假。那也欢迎会籍不在本会的兄姐可以一起列席来关心。第三点，和会手册电子档在下主日召开和会前会传到各团契的群组。那如果你要纸本的和会手册，请兄姐要到1楼柜台登记哦。然后今天截止。然后第4点。土耳其就是最近发生的地震，那各国的救灾队已经有积极前往。那如果你想要奉献的话，我们可以借由总会的平台，以划拨方式来捐款赈灾。那这边奉献的户名和账号都有列在这个周报上面，要注明土耳其地震，我们可以进行划拨的捐款。好，团契消息。好，今天早上9点45，琴社团契有聚会。那主理是杨秀瑶老师。那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夫妇，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琴社团契的聚会。好，那奉献明细我们自己来看。接下来圣经，今天的圣经是记载在创世纪32章22到31节。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婢女和11个孩子，过了雅博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雅各的大腿窝就在和那人摔跤的时候扭了。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
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和人较力都得胜了。”雅各问他说：“请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于是他在那里为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神的话读到这边，接下来讲到，我们请义杰牧师，他的题目是新生命新转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世上所有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你，所以你钉在十字架，你流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3天复活之后，你带来全新给人类极大的一个盼望。在你里面，我们会可以找到我们新的生命。抛去过去许许多多对我们的残累，愿主你的话语亲自透过圣灵的力量，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赐下安慰、医治、盼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过去、现在、未来，形作我们一个人，你现在成会怎么样？其实人会改变的。当我们还没有 FB 的时候，可能在牧师这个年代，常常15年之后、20年之后，开同学会的时候会，哇，你是谁啊？认不出来了。那可能每一个人的行业，让他形塑出来他的遭遇，让他的像、他的外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话这么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其实在形容时间真的非常重要。信仰的成长跟时间也有关系，需要时间一点一点、一滴的来锻炼、来操练。在我们信仰的生命过程当中，不是一触可及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上帝不断的修剪我们的过去，就好像陶匠一样，弄碎了，他重新来雕塑，重新来雕塑。在座我们可能不同的原因来到教会，今天来到教会，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盼望了什么？盼望了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从旧的变成新的。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都是一个新的盼望，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明天。昨天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在我们教会界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在参加一个会议，突然就倒了。40几岁就走了，大家非常的傻眼。所以每一天，其实我们期盼每一天是新的。圣经里面也有说，可能我们在晚上我们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我们期盼明天上帝会给你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要一个新的改变，就是需要我们要付上代价，就是我们要下定决心要改变。改变就是本来你从这边你要转身离开，这才叫是改变。改变就是要离开。我们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上帝怎么样透过这段经文来改变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角依然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他名叫做雅各。雅各这个人，你对圣经今天在场可能有一些比较对圣经不熟，没关系哈。在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雅各有一个这个人，因为他用骗他大哥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的汤，我们叫红豆汤，骗名分，还有骗他爸爸的祝福，以至于这个大哥非常的生气，想要杀他，然后他就逃到600公里。我今天才知道上礼拜知道，敬会长老跟我说从台北到满洲也400多公里，所以就逃。时间真快，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2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这20年，雅各去找他的舅舅舅舅一个舅舅拉班在那边生活。20年过去了，其实他这20年过得并不好。圣经的经文说，雅各说：“我在雇羊的时候，我常常白天被很大的太阳来晒，晚上我不得安稳，因为我要照顾那些羊。我的舅舅啊，我为了娶老婆，他骗了我14年，他花了14年娶2个老婆，我为了得到一些羊群，我为我舅舅做了工，做了6年。他这个舅舅10次他们写好的契约10次把它修改。台湾话这么说瓦辛就是假母姑亲像假啦。年轻人比较没听过外甥吃母舅，好像吃豆腐一样啊，就是可是我们看他反转，这个舅舅这个母舅欺负这个外甥，他非常的过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爱骗人的雅各，他原来他舅舅比他还会骗。这20年来，他真是付出蛮大的代价，并且我们在圣经里面，那个舅舅的孩子们很生气的说，雅各将我们父亲的财产都骗走了，他利用我们父亲的财物换取了一些金钱。这个舅舅的孩子们非常的生气，人的嫉妒就像火一样，所以箴言书提醒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嫉妒的心会让我们的心像火烧，越烧越大，我们会产生很强大的不满，甚至怨恨，最后杀人的动机就出现了。雅各在一次两难之间，他要做一个决定，他要是继续留着，然后小心舅舅的孩子们可能会杀他，还是要离开。这时的雅各跟20年前他已经不一样了。雅各的信仰已经渐渐往前在奔跑，虽然他对上帝的了解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深，但是他知道他在外面风吹雨打的日子里面有上帝的保守。创世纪经文里面31章3节，耶和华上帝对雅各说：“你要回去你的父家，我会与你同在。”信实的上帝总是在我们最苦难的时候对我们讲话，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如今的情形会让我们想到20年前，雅各因为大哥的追杀要离开，但是这一次不是在跑路之前是亡命之徒，可是这次是回家。我想每一个出外打拼的浪子都期待的可以回家。我们知道从台北过年的时候大家塞车牧师有塞7、8个小时，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家，与家人一起团圆，吃团圆饭。我就说钟长老金会长老的先生为了看妈妈每个礼拜1个月有好几次这样开车400公里开回去看妈妈。回家有句话这么说，你们要接下去金窝银窝都不比自己的什么窝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我要与你同在，上帝的话带给雅各有很大的力量，走就走。20年的时间长不长？20年的时间短不短？金会长老，20年时间长不长？短不短？其实我也觉得很短呢。牧师今年54现在54运动54，我转眼一看，我18岁从金门来到台湾，转眼已经30几年过去了。20年的时间其实蛮长的，但是说短也很短一眨眼就过了。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有人可能会有一些的改变，甚至有的人一事无成
但是雅各却不是这样子哦。雅各这20年虽然经过很多的艰难，但是上帝却大大的祝福他。圣经这么说，于是这个人就是指雅各，极其发达，他拥有许多的羊群、奴仆、婢女、骆驼，还有驴。他甚至娶了2个老婆，有11个孩子。他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富贵的人啊。回家对雅各来说，不要说功成名就，他可以说功成名就，至少是应该欢欢喜喜的。但是如今雅各的心情啊，却有一句话来描述他，4个字。来，谁可以猜到？第一个是尽。哎，你看这个代表就是老人有读古文呐、对，雅各近乡情怯啊，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可以离开母舅对他的那个无情的对待，他又可以自己独立成家立业，多么好！但是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他在20年当中都没有想到。他突然要回去想到他大哥以扫，这个当初要杀他的人。此时的雅各心里面虽然悔不当初，但是之前种种的画面开始跑出来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开始会让我们内心产生的害怕，不晓得怎么办。而且听说他的大哥知道他要回去，派了400个人要来迎接他。这是圣经里面写的哈，如果没有看，雅各知道这个消息，整个心凉了一半，死了，这是稳死的。原来我的大哥对我的怨恨还这么的深啊！但是啊，经过20年的操练，雅各已经不是省油的灯了。经过20年，其实一个人可以独当一面，所以雅各他用哀兵政策。他想要来软化以扫的心，他大哥的心，他都把他所有的财产分成2队，然后派人送礼物。碰到他以扫他大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这个礼物是要给你的，然后请安讨好。如果他哥哥不收礼物，仍然要下杀手的时候，至少另外一队可以赶快逃。这个计策好不好？觉得计策很好的举手。哎，还不错啊，现在可以逃啊，至少一队可以逃。牧师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想到一句话哈：牛迁到北京还是牛。我们以为经过20年，雅各应该会成熟很多，但是他面对的危机，他依然用他原来的我这个雅各的名字计算、算计，他的能力要来面对这样的危机，其实让我们非常的担心。今天的经文，创世纪32章22节开始，是雅各信仰往前关键改变的一个时刻。我们先来看22节到23节，来 PPT。22节到23节，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婢女和11个孩子，过了雅博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过去了。夜间起来，其实雅各很怕白天送他们过去的时候会被他的大哥全部杀光，他就晚上把妻子们都送过去。对雅各来讲，越接近要跟他大哥见面的时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一定要跟某个人见面，或者回到家里面，但是你又不想回去，非常的痛苦。一节牧师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那时候跟我大哥处不好的时候，那我父母亲他们那时候住桃园，那我大概就1个月可能1次，我也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很期待的看看父母亲，但是每次回去，然后带着孩子们，带了志梅牧师，然后一定会碰到我大哥。然后我事后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好了，我们现在好了哈，现在好了。我妈妈跟我说，
你要回来，我也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他很紧张，他很希望我回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弟弟住南投，会回来，会一起回去。但是他很怕擦枪走火，对，是说他很期待孩子能回来，可是他又很紧张，所以他那一阵子他的肩膀是驼的，他很紧张。我想跟以扫见面，对雅各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就好像20年前那一晚，他为了逃离雅各的追杀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学不会的功课，一辈子都会重复的出现。在座的这边，除了只爱小乙是比较还没20岁，其他慢慢20几、30几、40几、50几，我们应该有经历，学不会的功课会一直出现，会一直出现。照讲，晚上应该是一个我们白天辛苦的一天，晚上一个可以让我们好好休息的。但是这个夜晚，雅各把孩子们送过去之后，他睡不着觉，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夜晚，很关键的一个夜晚。而且这一次的危机比20年前还更严重。20年前雅各只有一个人，他说逃就逃，可是现在不是。就像牧师当初，我带着志梅牧师还有2个孩子，那时候子爱还没出来，去桃园回家的时候，我一定要顾虑到志梅牧师的心境、孩子的心境，而不是我闹翻就闹翻，不是。好，雅各他现在要想的事情更多了。经文24节一开始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了，只剩下雅各一个人了。雅各需要一个自己有安静独立的空间，他要来思考怎么样面对明天。但是我们越怕的东西就越出现。雅各就在想，可是一直充满以扫的脸，而且是愤怒的脸，他突然害怕。这是罪性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啊，让雅各会让惊慌，他从心里面一直无限的放大恐惧。但是在这个恐惧的过程当中，雅各仍然在继续盘算：我这样的准备够了吗？我还有没有什么还没有注意到的？雅各的内心让这些充满他非常的痛苦。24节的后半段就说，突然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天亮。这是怜悯人的上帝听雅各的祷告，再一次走入雅各的生命当中。回去故乡之前，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被掳一样。所谓的被掳，就是我们漂流在外，无依无靠。不只单只是比喻我们这个人，也比喻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个心，我们人需要被释放了。被那些东西释放了，就像我跟我大哥的关系，我如果不被释放，永远没办法见面，永远见面都会非常的难过。当我们和好之后，你知道我妈妈怎么说吗？她说她现在都可以抬头挺胸，可以大大的呼吸。我想这个父母亲都是这样，他需要被释放。摔跤。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摔跤是一个很距离的接触，两个人很距离的接触，是一个身体上面的碰触，彼此听得到心跳啊。当我们要去面对第三者，就好像雅各要去面对他大哥的时候，生命当中最恐怖的、最惊慌的敌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要先面对自己的内心啊。我们要先面对我们的内心，我们才有办法往前走。但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啊。我们常常看别人的问题，对别人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你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比较好。对别人可以称斤论两，但是对自己的问题呢，完全忽视它。我们是否常常存着鸵鸟的心态，视而不见，以为这样的问题有一天一定会不见。其实后来，我们如果不做
一些改变动作，我跟我大哥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见证哈？奇怪，后来竟然是知梅牧师去跟我大嫂道歉。其实也是蛮无辜的，但是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们信主了，知梅牧师也是很纠结。然后道歉完之后，他就走，然后经过我妈妈的旁边，我妈妈跟他说：“我知道你的委屈，我知道了。”我们如果不去做一些改变，问题永远会存在，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不会自然而然就不见了。而且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内心、我们身体里面的肿瘤一样，我们越不去管它，等你想要去注视它的时候，想要处理它的时候，这个肿瘤已经会越来越大，已经变成癌症末期了。在摔跤的过程当中，就好像一段信仰的旅程，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要将你的心剖开啊，你要将你的心剖开啊。剖开之后，我不晓得，现在可能有人去菜市场看过杀鸡的，请举手。菜市场，长辈，好，现在可能没办法。杀鸡，牧师有看过，第一个动作先把脖子对，右华有看过，脖子割一个桶子打开，鸡丢下去，鸡有看到鸡他们就死了之后抓起来，烫热水，马上拔掉，然后呢，把身体剥开，然后呢，把内脏全部拿掉。有人不敢吃鸡肉了。摔跤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剖开，把里面我们内心深处里面的肿瘤割掉，一个一个拿出来。这个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过去有的什么骄傲、嫉妒。我们知道，你看，他舅舅拉班的孩子嫉妒雅各变好的。在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嫉妒那个同学为什么考得比我好？嫉妒、愤怒，甚至是苦毒。我们社青有一个姐妹，礼拜四就在分享她好多的苦毒。为什么？她妈妈从小到现在一样用话在责备她，你就是怎么样。最近她妈妈生病了，但是她一样爱她，因为上帝改变了她。我们有没有很惊慌？可能在工作上面，或者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非常的惊慌，我们是不是非常的贪婪？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赚不够，我们是不是没有安全感？摔跤就是要将这些东西一个一个除去，清理干净啊！将这些我们原来老我连在我们身上，真的把它丢掉。我们只有把胎旧换新，弟兄姐妹，只有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意改变，成为新生命，成为新生命。从这边把那些东西都拿掉，跳到这边，我们的人生才有新的转机啊！如果你一样一直在这边，你用再怎么样的计策，你又怎么样想，一样还是会在那绕圈圈。接续的经文25节到30节，25节到30节，25节到30节描述的雅各跟这个人在摔跤的对话。雅各在摔跤的过程当中，他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是看戏的嘛，我们这是上帝派出去的使者。也有人说，这个就是上帝，代表上帝的怜悯临到雅各啊。也就是说，上帝也愿意这个怜悯临到给我们。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雅各不愿意放这个人离开啊，因为雅各此时已经意识到了，他的生命已经癌症末期了。就好像我们从一条船上掉入在大海当中，我们期待是什么？有一条绳子，有人丢绳子下来，或者是有人丢一块木头，像浮木可以扶着，或者最好刚好有一个手把我拉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随时会死掉。雅各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所以他抓着这个人，他不愿放。你不给我祝福，我不离开。其中最关键的第27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27、28节，请。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和人较力都得胜。”这个使者难道不知道他叫雅各吗？他当然知道雅各，但是他要让雅各知道，我要提醒你，你知道你雅各的意义吗？你知道你这个名字的意义吗？弟兄姐妹，这个就好像大光，我们被大光照到一样，所以您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现在属灵的生命。你是爱这个世界多，还是爱上帝多？圣经有这么话说：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现在心到底在哪里？那个大光在照光，就好像 X 光一样。我们去飞机场就看到他们不管什么都可以照出来。你的心现在到底在哪里？只有你知道。当圣灵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再鸵鸟心态。一个人如果没有意识到他是生病的人，他不会去看医生。一个人如果没有开车，没有意识到他走错路的话，他会越走越错。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路有时很难走，一下就走错路了。走错路要怎么样？要回头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不回头，你就会一直往另外一个方向一直走。使者在这提醒雅各：雅各，你知道你的名字的意思吗？牧师想象，此时的雅各他一定会非常的惊慌。雅各这两个字，就好像当初的夏娃跟亚当，他们突然发现到自己突然没有穿衣服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羞耻啊！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是雅各。使者在提醒我们，雅各，这个是属灵上面的一个摔跤。经文说，雅各后来腿就瘸了。从这个开始，雅各的生命开始被改变了。这个瘸腿的雅各，他不再叫雅各了，他叫什么名字？以色列。他叫以色列，他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知道，瘸腿的人，说个实在话，他需要有个东西扶的，他都是需要东西扶的，所以他希望要有个东西来依靠。雅各不一样，他现在叫以色列。我们知道，原本雅各要跟他大哥见面是怎么见面？就是前面2队先送礼物，然后呢，接下来他的奴婢跟有一些子女走在第3队，他的大老婆跟孩子走第4队，最后拉结跟约瑟走第5队，他走在最后面。也就是说，前面几队被杀了之后，他还可以逃跑。这个是雅各。我们常常是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雅各。可是如今，当他的生命他变成以色列之后，他被改变。以马内利的上帝跟他同在，他愿意改变。圣经说，他现在走到最前面去，他愿意走到最前面去。雅各这个名字代表抓就是要靠自己的意思。但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叫做上帝为我们征战，就是我们把主权交给上帝，上帝会为我们征战，代表我们依靠上帝。意思就是说，当名字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简单就是说，从依靠自己的生命变成依靠上帝的生命。这是一个天跟地的一个不一样啊，容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思维的模式跟现在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完全是相反的。
这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来打拼啊，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这是一个全新思维的模式，这是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都盼望有一个新生命，有一个新的转机。我们都不愿意让过去那个残累一直拉住我们，我们也不愿意让现在的雅各将我们一直放在一个很不平安的一个状态，不平安的一个状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很辛苦，但是新生命跟新转机绝对不会从天自己掉下来。雅各到以色列的经历，雅各到以色列的经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来，乐团。雅各到以色列的经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要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啊！我们要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啊！不是交给自己，也不是交给这个世界、地位、权势，甚至是名利。如今，我不再叫义杰，你不再叫小磊、爱珍、婉柔，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督徒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新的名字，我们叫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救赎的名字啊！感谢主，在千万人当中，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徒，有这个基督徒新的一个名字。基督徒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名字。雅各到以色列，新的以色列有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我们要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步。当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会跨越一切的艰难的旅程啊！我在旅程当中有很多艰难的事情会困扰着我们，但是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才有办法走出一条新的活路。感谢乐团今天选了这个你是唯一，牧师至少听了10遍以上，牧师有听了10遍以上，当然还是唱的不是很好了。牧师也期盼等一下弟兄姐妹在唱的时候，那个真的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常常会有迷惘的时候，我们会有常常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但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地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取代耶稣啊！我们现在站立，我们用敬拜团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有时候会迷惘，找不到前路方向，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你懂我的沉默，也懂我的软弱，不管多久，你永远会陪着我。宇宙浩瀚，为你所造，我虽渺小，在你眼里我宛如珍宝。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曾经，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被你爱惜，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非
寻见你，你同在里，我愿永远栖息。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前进，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一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我被你爱吸引，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同在里，我心永远属你。弟兄姐妹，雅各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牧师整个信仰的里程的生命。牧师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来教会，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无缘无故在礼拜天太阳那么大的时间，你跑来这边听音乐会吗？听一个人演讲吗？我想不是的。我们都想对未来，我们都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难题，很多人没办法来帮助你的问题，你想要得到一个答案，不是吗？我们也想得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安慰，我们也只是期盼我们有一个平安，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觉可以来睡。今天上帝要祝福每一个人，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上帝的爱充满了你，已经挪去了，你要存心叫以色列。如果愿意的弟兄姐妹，你把你手放在心里面，你跟上帝说，我想要改变，我想要改变，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心里面，你要来掌管我的心怀意念，让我可以和过去说再见，不要让在过去的那些东西一直来辖制着我。我们不要为很多的事情在那边担心，在那边烦恼。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主的同在、丰盛、盼望、信心，一起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愿上帝的爱与在座每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新的名字，这个有丰盛的名字，这个有盼望的名字，来奔跑前面的道路，从今时直到末了。阿们。我一起唱啊！主，你使用我。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我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我不能走，走会走。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一起来！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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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换你们！准备好了吗 ？Come on！
伸缩，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个总会干，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什么？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我们华语礼拜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到楼下去享用爱餐。